来继续来看云林大西乡的中山路，过去互叫做是大西第一家有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着要让大西中山路来展现着海口的热情甲特色，云林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改造当地公园、老厝甲圆环，让中山路呈现无同款的人文景色。 大西乡中山路过去巷叫做是大西第一街，有社区丰富的人文历史。为着中山路展现来自海口的热情和特色，云林县政府向中央争取经费，将社区公园、老厝、圆环进行改造，让中山路变得真无同款。我们台西中山路人文景观再造计划最主要它采取的模式就由下而上。 透过社区这边跟他们开工作坊。云林县长张立先即天嘛来到中山路参观，伊讲即摆改造计划摕着国内外大众的肯定，是社区改造的公营。要让大家在地人了解，咱这中山的这个老街已经也是咱整个国内外真侪团体甲咱认定的啦大西乡中山路即摆改造计划是不只成功，嘛欢迎乡亲来到大西参观，感受海口的人文特色。 晚间9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World News 9，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